阿里山林业铁路通车107周年，林务局来举办阿里山蒸汽火车头的摄影活动，特别请出着200回火车头，31号到25号的蒸汽火车头，伫阿里山来献光。嘛邀请到日本甲中国的铁道摄影家以及台湾纪录片的导演来参加活动，大家做伙来记录这个真难得的历史的画面。 听到响声，车头唱白烟，蒸汽火车启动前进。这是历史的一刻，2台蒸汽车头同时登场，外台特别的火车迷赶紧快门记录这刻。为了庆祝阿里山铁路通车107周年，林铁甲文资处举办一场阿里山蒸汽火车头摄影活动，特别请出31号到25号的蒸汽车头，作为出现阿里山。 大家看到这个25号，还有刚刚的31号，这2部都是我们阿里山铁路现在唯2在运行中的主力的蒸汽火车。邀请中日铁道摄影名家，也有台湾纪录片导演来参与。对这条略有历史、略有自然风景的铁路，原本就非常常接近。 林铁甲文资处指出，31甲25号拢是1915年制造的，31号的蒸汽火车头，伫2005年整修了后，才个恢复通车。25号是伫2006年整修后，才恢复通车。使用伫平地路段，伫2019年的4月，这场特别的庆祝仪式，嘛为阿里山林铁通车107年留下详细影像甲记忆。